新昌的舞堂，老家喊的山洞，是浙江省绍兴市馆，总价有1200平方公里大，有43万弄。这点舞堂好卖，交通便嘛，是浙东南黄金旅游线的中心点。新昌的山水农种漂亮嘛，名人古迹农种多嘛，一直有东南面目的称号。中国天目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，山有全天下闹人家晓得介的豆腐树，有农种好看嘛的石球峰，有水清清爽爽介的乌鸡湖，还有农种稀奇古怪的冰川遗迹。唐朝的时有四县李白就到旧藏去画向天目山，写出来天目连天向天恩，405岳演出人，天台4万8千丈，对此遇到东南青的千古名篇。为下边的脑累落来没办法重复的激情，跟着几个姐姐，一只只唐朝的小船唱到新昌来了。400多个唐朝诗人写落来1500多首诗，唐诗之路便是俺来的。几千年的文明定落来，到新昌的山水都了文化气息。这种腔调，人们中国的别个舞堂已经听不到了。非要靠铜锣，也非要靠铜鼓，前面跟侬唱来，后面跟侬吟来。那种奏唱已经是戏文当中的行高动词了。新昌调腔变得头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把侬喊起中国戏文的活化石。比调腔还要古老的是文化传播，从六朝的佛道文化、明史文化，到唐朝的诗歌文化、宋朝的礼乐文化、元朝的吟诗文化，新昌的山山水水，因俺许多个有名气的拿到山来，变得艺高又灵起来。南朝480字，多少历代烟雨中。1600多2年前，3代头上发了大力气，造了广南新头的头佛菩萨。这个菩萨面向中年，有16米高，几个瓜子被用光龙门石窟一样，把侬喊起月国灯王。造头佛寺比少林寺、国清寺还要早100-200年。魏晋南北朝的腔，山便是中国修养的那个活动中心。新昌的山水有名嘛，草么《西游记》《笑傲江湖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新还珠格格》等100多2只电影、电视也到山来拍来。好看的山水，加上一家家搭把侬看得入迷的武当故事，搿顶舞堂呢，艺高赞嘞。不管时间哪样变变，新昌都是个农种好的舞堂。从古老街开始到幕墙为止，新昌一直搭把侬讲好嘛。新昌是全国第一批科技工作先进县，创造了校园大科技的创新模式，带动产业发展，打出来一家又一家的行业担当冠军。外山的万丰是全国新头的汽车理论生产基地，亚洲新头的摩托车理论制造中心。倒把侬想也想不着，全世界卫生所E的一半是外山的浙江医药被新安城造出来的。国际上的卖瓜也好有外功力深。石发被太太的放弃，全国有名气。
整个纺织市场也是龙头。中国轻纺、新纺发达靠外力推动。德力丝绸是全国新头的高级纯丝绸面料生产基地，北山是投不出第二家的。地球天国越来越冷，以三方为头的制冷部件企业变中国制冷行业的老头来。新昌小型集成产量有全国的1/5，北脑海外中国集成之乡。高原产量有全国的1/3，北脑海外中国高原之乡。新昌目前有2个省级经济开发区，基础设施造得农村号码。新兴产业集中了一堂上，要购农村民线嘛，已经变得招商引资、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好活动。不久后一往必死，石城山半被清明。新昌目前已经是中国民族之乡，是全国10个重点产业园当中的一家。豆腐龙井还是中国知名商标，排盟全国茶叶品牌前10家里面，也是全国第一家发布家庭指数的绿茶。中国茶市是全国新头的卖龙井茶的舞动。特色农业、县岸农业、集肥农业、有机农业横加发展得好嘛，农业产量质量提高了，农民厂的钞票也多出来了。目前的新厂在老家的基础上发展农村化嘛。新厂一个风景优美、文化繁荣、经济发达的3C品质之城，马上要造好了。外山有句话，喊得有缘就到新昌来。相信去哪里就看办会喜欢这个舞动。